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安南区伫最近不断有农地渔温被违法乱倒废弃物甲焚化炉的底渣，造成农渔用地被严重污染，而且到今已经3个月，阁也未清除，这也让台南社区大学甲台港文化促进会等环保团体非常的忧心。上好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环保署底渣管理有缺失，甚至无作为，根本是环境的罪人。原本由环保局委外处理的焚化炉底渣，结果部分底渣却出现伫安南区安清路渔温除了无依法处理进行工程配料的底站使用，连导导致农地污染大港地区。根据社区大学环境行动小组的调查质疑，原本参像一般土色的底渣，却变成甜瓜色甚至长乌，并很有毒性的污染。我们在这几个月的追踪里面发现，像这个是刚下过雨后大概1个礼拜，我们就发现它的渗出水已经把周围的那个水域都染成了咖啡色，然后一些乳白色的东西。那这样渗出水跑出来之后，周边的植物就慢慢的就死掉。好，那我们也看到在周围的余温的影响，就是说本来的余温像这一块大概是原来是绿色的，然后因为它渗出水从这边跑出来之后，才1个礼拜开始慢慢已经有点变颜色。好，那后来像这个是6月2号的时候，它水还绿的啊，好，然后这一块是隔离的，所以颜色很紫。7月14，好，大概才一个多月哈，后面这块余温已经整个全部都染黑了。好，所以它只是稍微才下一次雨，然后它的溶出水顺着这边下来，其实这一块余温就整个都毁掉了。那环保署都说，溶出没问题，然后可以再利用。问题是现场就不是这样啊，下个雨，然后就已经这样跑出来，然后余温就整个都变颜色。那我们鱼的土地一块一块就这样子被污染掉啊。既然污染已经造成，不过对发电污染到今已经3个月，拢也未清除，除了予台南社区大学甲台港文化促进会等环保团体相当痛心，上午竟联合出面指控公权力无作为，烦恼一天无清，污染将扩大以外，嘛将指头指向环保署伫证明文件的管理上出问题，以及环保局伫监督客载缺失。关键的漏洞，第一个。在环保署设计的焚化炉底渣管理办法里面的签收的表单，99年之前，需要最后使用单位的签章，结果99年之后，环保署把它修掉了，修到变成好几项任选其一所以因为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变成开了一个大洞所以这样子导致。这样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政不作为啦，因为这样的行政不作为，其实后来我们，这4、5年来，我们从苗栗到台中，到云林，到台南，都发现焚化炉底渣的大战。我想我们会要求很严格的要求环保局、环保署要立刻去清除这些焚化炉底渣。第二个，如果再不作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监察院去控诉这些不作为的官员。立即清除！立即清除！还我台江！还我台江！立即清除！立即清除！还我台江！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立即清除！市府社会局扩大社区照顾关怀驻点的功能，同时佮成立黑皮学员，为今年6月试办到今，已经有38位。上好社会局长第一届前往7个树林社区，关心校园上课的情形，并且甲长辈时代做伙食饭，场面温馨。现况36位树林社区65岁以上长辈，伫老师的指导之下，才进行心灵彩绘课程，互老一辈透过画图甲色彩运用，将原本较较超凡的心情加做放松。较是由教育局所开办的黑皮学园，这符合资格的社区长辈一透早就记要来遮学东学西，互生活加做趣味充实。轻松，要或这个心要有我们的心情要放开，
要包容所有的人，什么事情，我们尽量不要往坏的方向想，一定要说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样我们心情就开朗了。大家拢安尼，拢怀着一颗那个很高兴的心来学习。为什么有大心有小心呢？咱拢讲啊，粉丝爱小心，爱小心，吼，这是其中的含义啦，吼。啊，这有这款话的语言写了圆吼，就是我们要以小圆来完成这个大圆。爱当互咱拢大拢讲安尼法喜充满，爱当时时玩这个梦，吼，爱当讲安尼行，人生都充满在这个欢喜的那个过程中，不要有仇恨。像那社区学员都来免费参加每礼拜一到拜五课程，随着旧地名树仔开歌曲创作，嘛做伙起来活动筋骨，充分感受台湾活泼的气氛。同时，借着快乐学习，达到预防保健加健康老化目的。而这嘛是市府社会局现阶段推动长期照护当中一环，了后将一步一步将关怀据点拢转型为日间通路，落实在地老化照顾模式。就像我们的儿童要日间托婴、日间托幼这样的一个作为，那我们日间托老，我们目前今年105年已经有38个 Happy 学员。那我们 Happy 呢，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 Happy， 在这个学员来学习，来做一些健康促进的活动。那盼望他们能够延缓老化，那能够健康促进。那这个延缓他们进入这个需要被长期照顾或卧床的这样子的时间。那盼望我们今年38个学员能够明年呢能够加倍成长，把我们的关怀据点都能够变成我们的日间托老，那让他们在这边快乐的学习、快乐的共餐，那快乐的参与各种的健康促进的活动。会中小局长都来见证所学员因的文化创意作品甲学习的成果，嘛以 Happy 学员大校长的身份甲大家留念，并且亲切陪伴大家做伙用餐，亲像老人安亲班同款，场面相当温馨。电新闻官及高博义采访报道。议会公务委员会上午针对宜宾路140项、甲建平11街口以及健康2街饮水原因甲改善，邀请地方的居民来听取市府相关单位简报。水利局甲工务局表示，将会加宽排水断面，并且增加上限来改善饮水的问题。安平区宜宾路140项甲建平11街口的饮水问题，经过工程顾问公司评估。主要是因为金城国中上边水流全部汇入文滨路上限，以及连接管甲排水沟断面不足所造成，所以未来有计要将排水沟甲连接管加大，并且进行分流甲新增加上限来改善。不过，议员罗坤浩因为烦恼无法度应付大量水流，建议再加装抽水设备来应用。车30岁就是大流水啦，所有运河来到6点到下午6点到10点这段时间吼，因为阮讨的啦，阮知影，迄段时间是运河的水平面吼，反正比咱的路面较高。啊，你起码才做水沟过，啊，你有着车30岁个风台，共款嘛是个排袂出去。啊，你拄仔直接讲煞加讲的，我是毋是恁遮吼爱做一个抽水的一个站？对此，水利局表示，上限出水口的设计会超出相关的布点水位，不过并无法度排除气候异常所带来的特殊情形。其实我们这一次在香涵改善的部分呢，在香涵的出口呢，我们有考虑到最高报潮位的水位，所以我们的香涵的出口是会高于最高报潮位的水位。所以说，我们相信呢，如果说在这个香涵做好之后，应该是可以顺利排出去的。那当然，我们也比较没有办法排除说有一些比较极端异常的气候的部分。宜宾路140项甲建平11街口的排水改善、排水沟加快的部分，将由工务局负责，工程经费360万。而雨水下水道系统，这是由水利局分做2期工程进行，分别需要3400万甲1200万，并且第1期工程预计伫12月初就会进行开工。但新闻炸山林根采访报道。
伫过去，真侪人会去耍耍耍水的黄金海岸，现主是因为设施老旧，佮欠缺管理，所以渐渐失去灵调。为了恢复黄金海岸过去的风采，议员吕维印特别邀集当地居民、甲市府各单位现场会勘，希望透过整体规划，佮再看到美丽沙滩，也找回观光灵调。议员吕维英邀集秘书长、观光旅游局、水利局等单位做伙会勘黄金海岸的准备环境，发现堤岸、沙滩甲广场不但非常杂乱，而且杂草阁生甲贵世界。议员建议会当参考高雄嘉定沙滩美化江边环境计划，将海岸江边造景立美化，提升整体品质，互林调再次回归。船务的部分，这长期以来，那竟然没有使用执照。那包括我们现在看的沿线的景观，有的部分早就老旧破损，还有包括很多管线外露，动线的部分也相当不清楚。包括接下来那个我们的自行车车道的部分，它的两岸原本应该是可以观赏到美好的海景。那但是呢，因为这个长期没有人管理，没有人关注，那它也的海关的景致呢，也被这个杂乱的树木那所掩盖，那也造成了一些的脏乱点。秘书长李梦燕强调，经由市长指示，要求公务水利环保等局处成立黄金海岸专案小组，来改善停车场老旧、积水等等的问题。同时也答应会修建自行车道来连接基地博物馆、甲台湾历史博物馆，将美丽的海景串联起来。重要就是这个船屋，即马咱观光局已经咧办理改善，预计是今年有法度取到使用执照。若有取到使用执照了，我想要来招商，应该就加足容易啦，第二，过去这停车场会积水，停车场有老旧的所在，咱嘛已经有甲水利局，请水利局来帮助伊清除那个侧沟，清淤那个侧沟，互伊侧沟会排水会通，而且能够重力排啦，第二嘛，请工务局进场来做这个铺面停车场铺面的这个改善，迄个工务局才有 AC 的这个预算，来斗三工。观光旅游局表示，现阶段主要爱心活化船务，可以重新营运，来借此带动海岸观光。而目前使用执照申请已经通过第一阶段审查，细部计划也开始进行，等待边境会当开始接商。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有困节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南区明德里找找古早时代记忆，特别举办迄个年代迄个美活动，号召里民同乐，现场制作手工粉圆，互真侪第一届看到手工粉圆的少年一辈大开眼界。水高社所在地明德里，致力于保留眷村文化，3号举办迄个年代迄个美，灌园食味，号召多位美食馆户返来后头厝。并且邀请到手工粉圆老师傅李明华现场示范教学。主要看你的程度啦、时间啦，搁看你的煮的，因为这物件会哪烫哪烂嘛。你烧的物件若敢咱面共款啦，你面当煮个嘛，烧烫嘛好食，爱烫一下，这粉圆这嘛共款。李明华先生呢，他之前在民国80年的时候也居住在水交社。
那曾经他们在三星世界也摆过摊位。那也在丽兰市场的黄温市场这边也摆过摊位。那后来因为建村改建之后，他们就搬回嘉义去了。那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呢，好的食物呢，应该要让大家知道。所以呢，我们特别请上李明华先生来到我们社区来教授这个手工粉圆的制作。那从大家的现场热络的情形来看，我会觉得说非常气氛非常的好，也让大家可以体验到怎么来做这个手工粉圆。林德利这届也结合教育部青年发展署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人力甲资源，设计推出灌篮美食工坊系列活动。3号的体验活动是手工粉圆的制作，为后礼拜3开始，也阁有规划贯村怀旧活动，邀请大家做伙来认识贯村的现代之美。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已经有超过40档历史的七特米亚小汽车品牌在南台湾举办收卖会。开卖第一天，百货公司的现场就客满了排队的人潮，要来抢买。多美经典小汽车七特米亚在成功3月新天地举办南台湾的收卖，真侪民众抢伫百货大开门的时间，都来排队抢买这台台湾限定的客停车款的小模型。为这点，就当看出多美小汽车受欢迎的程度。另外，伫会场也有经典车款的展示，以及结合电影、漫画所推出的小汽车，非常值得收藏。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5楼 B 区活动广场展出，那吸引很多人潮来排队的就是我们台湾之光的小黄计程车 Toyota Wish 的限定款，所以吸引很多人过来排队。那现场也有19款会场限定款。那这次除了抢购的商品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展区的部分也有等比例放大的4款汽车，就民众可以跟这4款汽车去做拍照，然后现场也有做这4款汽车的贩售。今年南部第一场拍卖会为即马开始，一直等到8月14号。主办单位伫现场也有规划小朋友体验区，互民众会当发挥创意。这段期间，家长不妨带着囡仔到现场行看看，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办的是台湾特有的饮食文化，台南5星级酒店第一届邀请到南台湾的办的天王阿勇西，甲香港级的酒店主厨阿强西联手出菜，伫8月19号暗时，用澎湃菜色加上现场演奏，来一场千人办的美食飨宴。台南5星级酒店跳脱以往的思维，这次特别跨界合作，邀请超过40档办道经验的阿勇西，甲酒店香港级的师傅阿强西，联手打造台粤料理飨宴，非常本土充满家乡味甲人情味的装卡菜，呈现伫5星级酒店的饭桌顶。烘焙你用风就是，拢要用灰炭、木炭，慢慢去熬起来的，用时间慢熬起来的。很奇怪，就是这样。你若较早用滚水下，我讲甘蔗铺啊下茶啊加树下茶，味道不一样，足奇怪。啊，是安下呢？伊两个会说不说人出来？就是讲蔗铺啊下茶足奇怪，有迄味道，迄甘醇度，吼。啊，我那烘焙用的是不用火炭，迄个慢工细细慢慢熬出来的，感觉有迄个气味，就是迄个味道，爱的味道。这人台菜讲做爱开口。开口会出来，就爱讲起好。伫酒店总铺师阿强西，这是要带来香港的煲汤饮食文化，以及亲像叉烧酥等等真侪道经典的香港菜色。香港人煲汤就比较习惯，就是比较注重，所以其实煲汤很简单，我们挑最主要就是挑了食材适合的。还有就是我们出来一个宴会我们选的药材一定是要老少咸宜，老人家也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的。你要挑到那食材，当然我们做厨师的，就如同阿勇师在讲的，就是食材一定要很坚持。阿
阿强西甲阿勇西经典台粤料理版的，将伫8月19号暗时6点登场，而且专程阁有台湾艺术家交响乐团现场表演，要满足大家的五感。而且晚宴部分的金额将捐助予天主教圣母社会福利基金会附设台南红婴之家，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提前订到。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之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十分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来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8月4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你就是叫朵玫瑰花，变成喜欢的安娜塔。我要骑着西边到你阿妈家，听家人轻轻的祝贺你家，就是我。我的行情也无比你较差，也有真济姑娘拢真爱我。逐当下午三顿摆伫阮家楼骹，我是伊心目中的刘德华。我甲酒醉来，互伊叫死。